拍开红色的木造门，出现一间罕见的日本厝。无对称的设计，招招着历史感。厝内状况，若亲像厝主才拄拄出门。这就是花莲音乐之父郭子球的故居。我的爸爸郭子球老师，伊学音乐会当分做两个时代。头一个段是伊出世到伫伊18岁这个阶段，伊出世伫一个基督教的家庭，教会音乐的这个语言，伫伊的心内会当产生真大的作用。第二个部分就是伊18岁以后，伊到伊的23岁这个中间，拄好伫1937年这个时间有一个日本一个太阳剧团去东港迄个所在表演，伊有机会去看这个表演了后，伊心感真感动。第二天，伊就真勇敢去找迄个太阳剧团的团长，甲伊讲，伊嘛真想要参加这个剧团。剧团的团长看伊遐尼轻，遐尼有心要学，就答应伊会通缀因四国去演奏。伫遐伊就开始学小提琴，学吉他，学迄个学达拉，嘛学编曲、学声乐，所有因迄个正式的表演，拢有机会去参加，对伊的帮助是非常的大。出师了后，伫1942年，企业家林家兴请伊到花莲，做花莲港音乐研究会的音乐老师。有一摆上课的时阵，伊写一段旋律，互学生练习。后来，伊将这段旋律写做完整的歌曲，可能是想到四界走跳的前半生，思念故乡的心情，互伊创作出代表性的歌曲《回忆》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国民政府请伊做花莲中学的音乐老师，因为敢若小学学历，伊帮太太林妙好的帮助，考取正式的教师。任教期间，佮创作名曲《你来》花莲舞曲。为着要参加音乐比赛，因为迄当阵要找曲真无简单，所以伊拢家己写曲，带学生去参加全省的音乐比赛。迄当阵伊就想到回忆的这首歌，伊拜托教国文的老师，或者陈坤老师，把这个歌词添入去。迄当阵开始写的迄个曲无够长，伊拄尾佫加较长一个，所以这个回忆后壁佫有一个部分是，或者吕佩玲这个老师佫加歌词增加，伊会通用这个回忆的这个歌来去参加比赛。无大件得到真好的成绩尾这参加比赛这学生佫毕业去到外国，所以渐渐这曲会当传去到全世界互真侪台湾人唱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得到真大的感动。伊毋但教音乐，嘛替人修理乐器，甚至正做地方修理乐器的专家。实际上，花莲中学的第一台钢琴嘛是伊管的。本地伊是无教育资源的市区囡仔，后尾因为兴趣，归心投入学习，深知本领得来不易。伊开始重视教育甲传承，出脱无数音乐人才。透过音乐，伊的关爱会永远回响伫世间。